就有原料起價，塑膠包裝也堆得起。環境部就甲建國花市合作，提供免費的二手茶仔，予消費者來使用。部長彭啟明就表示講，在糞掃山當中，通常攏是塑膠的佔上濟，鼓勵民眾減少用塑膠，對源頭開始減量。來西花市買貨人袂少，建國花市時愛花草民眾真愛近所在，毋過事件看到民眾手會掛塑膠茶仔。這間賣盆栽頭家是家己做環保，提供手乾的紙茶仔，也閣有用過素食店的紙茶仔，也挑工加紙箱啊，加做一片一片，駐佇紙茶仔下面。準備這個會很麻煩嗎？不會啊，紙袋它畢竟比較薄嘛，然後我就想說拿來這邊剪一剪做支撐啊。減少用塑膠，更加愛護地球，這道理大家攏知。不過有當時出門的時陣，臨時要買物件，拄好身軀邊無帶物件的茶仔。因為安尼，經由環境部的介紹，花市部集到真濟紙茶仔，也閣有環保茶仔，放佇邊仔，互民眾家己摕。我也沒有想到說啊，我就是需要這個東西，所以我來的時候，我看到的時候，我覺得蠻方便的。下晡環境部甲建國花市擴大宣傳地地上團的政策，部長彭啟明講，視察國內30座糞掃山，發現無毒分解糞掃製品是上多，希望改變民眾習慣，減少塑膠的製品。因最近南投民間這個焚化爐的爭議，部長是不是也捌視察這個南投糞掃山？彭啟明也是呼籲地方應做好源頭的減量。南投最需要的就是源頭減量，因為南投的這個資源回收率大概只有到50出頭%而已，台北市已經到了67%了。所以如果說南投像台北市一樣很努力的來推隨袋徵收，或是用各種的方法整個源頭減量的話，它可以一天可以減少大概30-40噸。這是不是表示講南投這邊做好源頭減量，就使免去焚化爐？裴部長解釋，焚化爐是糞掃處理的方式之一。那相關計劃上中央審查，環境部嚴格審核，伊對空氣污染、農業、生態甲水質的影響。記者綜合報道。